欢迎收看今日2月初9公司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新北一个火啊，4个人确诊，监检官也咧找，其中阿姊上班的大楼有一间大公司，大家公家用电梯，防疫唔敢代志。关不了的起价，中华鹿港一间有名的包仔店，2月初开始嘛咧起价。先开始，咱来关心疫情。咱国内今仔日新增加44个境外病例，有一个是咱台湾的女子骹球队成员，回零期降落了后验出阳性。另外，本土病例部分今仔日加10例，有5例是隔离中确诊。若高雄今仔日有新增加4个不明感染源的个案，是一家伙仔3个人甲因一个朋友确诊。另外，伫昨昏新北的群组感染，这家伙仔佫新增加一个相关的接触者确诊。来听疫情指挥中心下晡上最新的说明。今天有10例的本土个案，那有44例的境外移入，落地采检25例，包含1例我们的女足的相关的队员。那本土的案例有10例，那5例是阴转阳，那里面包含的有2例是日裔。他相关的家属，另外在点点幼儿园补习班的这有3例，另外这5例是目前来讲这感染源待厘清的，4例在高雄里面有3例是同家人，那19401是19380的友人，那另外在新北昨天有公布了4例也是感染源待厘清的个案。那今天身价是19385，他是19346的接触者。另外有一位是没有列入案号的那也是在新北，那是一位是移工，那也是开工的时候那有症状那就医采检是阳性。来关心昨昏新北市传出一家伙仔4个人确诊，其中阿姊伫台北市的信义区南山广场的会计事务所上班，大楼内底其实有真侪间大公司，大家出入公家用电梯，拢有可能小目着，大家即马唔敢大意，因为这4个目前也唔知影感染源，所以疫情调查也咧继续进行。新北市一家4口确诊，其中阿姊佫伫个信义区南山广场大楼的兴业众信会计事务所内底咧食头路。工作的大楼内底还佫有真侪公司，包含出名的药厂辉瑞、Facebook、领悟、台湾亚马逊，还佫有玉山银行。伫大楼内底来共用电梯出入，拢有可能会来是这个消化路线。佫再加上确诊者伊无固定的座位，这些拢会来增加疫调的困难度。目前感染的源头不明。在这个部分，到底感染源从何来，都不断在从疫调追踪过程当中，方类隔离里面去做好分析以外，最重要还是要做好基因定序，因为这个确诊个案发双北的职场跟生活圈，所以到底感染源从何来，我们还是要花一点时间去做好基因定序。新北个案伫台北上班，台北市嘛公布因老爸甲阿姊的卡日从初3到初10去过麦当劳中村店、七柑仔店、双城门市、全家中通店，还佫有坐捷运去港仔喙、西门站、上京人行站、台北车头，还佫有象山站。双北唔敢大意，正立即来咧采检，因为这个阿姊伊上班的大楼内底还佫有真侪公司。目前台北市政府成立专案，专力来咧调查相关的数据，还佫咧统计内底，办批要伫个初9的下晡来说明。记者综合报道。那桃园机场传出去的群组感染，有发展出5条社区的传播链，目前已经豆豆咧收煞。阿旭电脑甲日日物流有被分2阶段，会当恢复上班。行政部门的员工会当先转去上班。另外，同市政府即马嘛要鼓励机服员陪时段去注意放射，提高时段预防射的注射率。除了中央有补助200块的津贴，桃园嘛各出200。阿旭电脑群组案已经要清零收尾啊！复工进程虽然有7位菲律宾籍的移工被验出无症状阳性反应，不过拢是确认对象，无团费的风险。桃园市长郑文灿初9伫咧防疫会议了，说明阿旭电脑分2阶段复工。行政人员那么可以先行在这个不同的区域来恢复营运。那现场的作业人员要等前进指挥所
确定没有风险，超过了14天，那么才能够营运。另外，农业物流也同款，红区250位员工加17位大组会出来人进行理采，6个人确诊。红区现场作业就要各家清消几遍，采检确定无风险才当恢复。也若是无共区域的行政人员，会当先恢复营业。因为全家便利商店也有4000个店面，它仍然需要这个相当的行政作业来支援，所以行政的部分可以恢复。那现场的红区作业，我们确定没有风险以后再恢复。到目前，同机场群聚案拖出去的桃园5条社区传播链已经慢慢在咧收，总共确诊有321人。市长陈文灿讲，桃园市大人疫苗的注射率虽然是6都第1，也超过中央的指标，不过为了要提高市大人的保护力，鼓励接种员培养起做。宣布1点半钟的陪煮疫苗的服务时数，除了中央加发200块的津贴，桃园市搁再加200，等会当领985块。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2020年，咱台湾甲非洲的国家索马利兰有互相设代表处。昨暗，索马利兰的外交部长带团来咱台湾访问，早起甲咱总统蔡英文见面，嘛感谢咱台湾援助因15万人高端预防射，嘛希望未来两国会当加强合作。咱总统蔡英文嘛邀请对方的总统有机会会当来咱台湾访问，来台湾行行咧。Our relation characterizes a special and historic relationship between two champions of democracies in Africa and Asia. 俄罗相比关系有历史意义，台湾甲非洲国家索马利兰2020年互设代表处。索马利兰外长瑞格萨车白率领财政、拓扑国家发展总共4位部长来访问。初9早起，总统蔡英文接见。瑞格萨是强调，是要组织大小关系发展的措施，是对区域和平甲稳定无帮助。Somaliland's right to engage in peaceful and friendly foreign relations with all other nations is enshrined in international law, and all coercive or threatening measures to deny such collabora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 partners not only represent affronts to the principle. 瑞格萨表示，索马利兰伫石油、天然气、煤炭顶悬有真济外国投资的实力，欢迎台湾大型企业甲索马利兰进行贸易甲投资活动，也感谢台湾进行援助15万剂国产疫苗，这是台湾援外首例。总统蔡英文也回应，希望互相合作的精神甲新的循环应继续落去。去年台湾疫情严峻的时候，在疫苗取得上，我们也获得其他国家的支持。我们希望相互协助的精神、善的循环能够继续持续下去。蔡英文强调，索马利兰是台湾伫东非地区拓展非洲计划重要起点，未来欢迎索马利兰总统必须访问台湾，和两国关系更加深化。大小两国虽然无正式建交，不过外交部已经伫大门头前升起索马利兰的国旗，正做所国是准友邦的地位。记者综合报道。行政院昨昏是宣布开放日本福岛5县市的食品会当进口，不过嘛有加条件，爱加有一寡食品是爱加辐射证明、加产地证明。目前食品的辐射量检测拢是地方抽验了后，再搁送去新北、台中、甲高雄集中检验。有地方政府即马就较烦恼讲，到时开放了后量若伤济会被复验。关联会是表示，目前咱全台湾有10间检验中心，当年会当检验7万件，量能无问题。真减少。用手提辐射侦测器先扫描食物样本的外包装，确认无污染了后，再去放入这个机器内底，就可以把它摆到这个机器里面。放入机器了后，开始检测。食品样本当中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碘131、铯134甲铯137。过检测过程差不多是20分到30分钟。这是原联会核能研究所福岛食品改进进程专台差不多9成食品检验是毋是有放射性物质，拢送到这。每年差不多应检测1万件食物样本，而且强调已经扩充7部检测设备，检测量能充足。行政院说，预估会增加8000到1万件的样本，建制的7部辐射增减器，那可以因应大概是35200件1年的检测量。
目前国内检测食品当中放射性含量居高，台北有阳明交通大学、新北有台电放射实验室，甲新北市卫生局、桃园有核检所，新竹有清大，中部是由市辖署中区管理处负责。南部有关联会辐射侦测中心，也有高雄市卫生局等应提供检验检测的服务，全台差不多有10个机关。各地方县市政府个别的市场端的一个检验抽样，这个可能就会不够。不过，台南市卫生局表示，未来辅导食品增加，希望地方用自主消化相关的食品检测。可能我们的检验需求量会增加，那目前我们也是积极的在规划，是不是要采购相关的检验设备？因为关联会核检所目前大部分处理在台湾的边境食物样本，虽然实验室增加检测设备，人力也为12人增加到16人，不过辅导食品都要开放，到时阵进口量增加，各地方需要抽验把关。桃园市长郑文灿也表示，桃园目前有一套辐射食品快速体检机，无排除增加更较侪仪器设备，协助消化食品的检测。记者综合报道。若物价起，钱变薄，加上国际上原物料嘛咧起价，所以连传统的小点心嘛跟咧起。亲像中华鹿港一间有名的包仔店，2月份拢要开始起价，一粒肉包会加2块。拄找好的肉包是芳公公，中华鹿港这间肉包店拄开门无偌久，就有袂少人起来交关。不过详细看菜单，介绍拢已经有换过。物价咧起价啊，起2块是较济啦，是啦。肉包对原本的20块起到22块，别项也拢起2块。鹿港几落间出名的包仔店，拢对2月初一开始起价。业者表示，去年底包括米粉等等的原物料拢已经起价，迄阵勉强也经会调。不过到今年初拢也是继续咧起，到但已经无法度家己吸收，才只好调整介绍起价。一直涨，然后厂商也不给你囤，因为他说缺货，来每次来都是缺货，对，没办法，我们也没有办法去预测说什么时候会稳定，也不知道。员工出档拢起了啦，起的时阵，进前咱是拢一直家己吸收啊。若另外一间老店阿金肉包，白天员工加2解薪水，不过嘛是伫店门口广告。袂当原物料起价压力，按算伫即个月2日起价，店内有5项拢起2块。业者无奈表示，离顶一波起价已经有10档，即届起价实在是因为物价已经超过会当负担的范围。厂商说，那个农历年后，就每一包会再调整60到80。那你跟讲活鲜哦，我们这都是活鲜价了。我觉得可以。现在物价都涨，这才涨2块，合理。不少业者讲。原物料当中，以猪肉和米粉起上济，平均伫2成到4成左右，加上人力成本嘛增加，只好对咧起价。平民点心虽然看起来敢若起几箍，却也反映出物价总起，钱也对咧愈来愈无的现况。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灯会今年伫高雄举办，为着避免人定定车侪人客。市府即马是甲卫武营顶区4块里的停车格拢封掉，禁止停车。这是互住伫附近的民众怨叹讲，因要返去厝里，即马拢爱行足远的，生活大受影响。便若阁拄着有民众去看花灯，无守规矩，黑白插车，是看落规不多会。位伫高雄市3道1路县顶沿线路边停车格拢封画条，行无几路，嘛会当看到各市牌提醒民众禁止临停，因为边仔就是台湾灯会卫武营灯会区，避免着临调，影响着交通。周边的停车格先来涂销，嘛互民众抱怨，要等去厝内就要行更较远，甚至有乌托邦入去社区，影响着因的进出。车子多多少少吧，好。加减啊有啦，加减啊一定会加较济啦。常常我们都要绕一直绕出去外面才能够，就要牵比较远啊。因为这里的住户这样子每天要进出。这届台湾灯会有袂少话题，亲像是这个重200公斤的作品。逐天下晡5点半，民众会当做伙讨伫咧草馆顶来看天空。你是会当看灯会，邻近的徛假讲灯会以来，确实真侪人黑白停车，影响到因的进出。希望市府协助。市府表示，这停车格等灯会结束了后就会复原。涂销进前嘛有甲地方开会过。乌托邦部分嘛有规划4000架的大型停车场，互民众来停。针对路段路口的地方，我们会在增设牌面来告示。那同时在灯会的开灯之后的时间，我们会加派警力来劝导民众不要停到社区的空间区。
市府交通局表示，9号下晡会阁等于现场会勘，除了要检视原有的规划，嘛会请警方伫人潮较侪的时阵，加派伫人力处地。若是有需要增加个时牌，嘛会一并来增加。记者王刘婷、陈显坤高雄报道。另外一个艺人过身，这是出名的导演，嘛是演员的明金城。早暗因为心脏病雄雄过往，伊才51岁。伊捌演出过8点档的连续剧，后来是转做导演，嘛拍过几出戏剧。医生即马是提醒讲，最近天气有较寒，天气的变化嘛较大，接有中风也是心肌梗塞的案例出现。总讲普通时啊，血压较悬，就要细致。有名戏剧导演兼演员明金城，顶个月才得到龙凤体，魏龙梅也伫面册发文分享一个世人的欢喜。想要到初八暗时，雄雄身体无舒适，疑似心血管塌掉咧，送医了后，依然不治死亡，享年51岁。医师提醒，最近天气变冷，时刻发生心血管塌掉咧，甲中风的时阵。天气突然变冷的时候，这时候我们的血管会突然收缩。那收缩本身你有心血管疾病或是慢性病史，或是曾经有这样的心脏方面的疾病的患者，他通常就会容易产生所谓的心肌梗塞。明金城出道了后，扮演出真侪部8点档电视剧，包含《怀旧公主》《麻辣鲜师》《我的必必回恒定》，也扮演出《那些大门》16回天空等电影，后来做导演，捌指导过《南丁格尔》《欢喜来斗阵》等有名戏剧，为行销婚姻在地文化，佮以西里七坎做背景来遮拍戏。我们这次就是要把我们当地的农业真正的文化推广出去，因为这个才是我们真正台湾本土的产业。根据卫福部统计，109年国人10大死因排名第2，就是心脏疾病，其中国是冠状动脉心脏病，并发急性心血管塌掉咧上恐怖，较会发生雄雄死亡。那出现5大症状，都要提高警觉。有5大征兆，就是胸闷、胸痛、喘、呼吸困难、心悸等等。那一般而言，如果你有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切勿赶快去就医。医师强调，男性45岁以上、女性55岁以上有3个等慢性病史的人，拢是心血管塌掉的高危险群。而且这几年来有年轻化现象，建议民众爱戒烟戒酒，控制血压、血糖甲胆固醇，佮避免伫暗时规暝拢无困，才能降低心血管塌掉的发生的几率。记者综合报道。在国际新闻，咱来关心，为着要解决全球欠晶片，嘛要避免伤靠美国甲亚洲，欧盟即马是打算要家己来。昨昏因是提出欧洲晶片法案，按算要投入1.4兆台币，希望伫2030年进前，互欧洲生产的晶片伫全世界的市占率会当提悬到2成，嘛希望会当甲咱台积电合作，鼓励台积电去欧盟设厂。根据欧盟初八提出的晶片法案，办批要甲投入超过430亿欧元，合咱台票是1条3700亿。这个公共的民间投资，伊的目标设定伫个西元2030年进前，要来大量提升欧盟生产的晶片伫个全球的占有率。Right now we are at 9%. We want to go to 20% in 2030. In the European Chips Act, we are combining investment, regulatory framework, and the necessary strategic partnerships to make Europe a leader in this market that is so important. 除了立即来提高欧盟晶片的生产力，欧盟嘛来透过租税补贴甲这个政策松绑，欢迎其他国家的晶片厂来欧盟设厂，合作的对象包含美国、日本，也有台湾的台积电。晶片半导体因为这个新冠疫情，致使工厂停工，伊的供货出现真大的危机。欧洲的晶片伊正关注需要这个亚洲，也是讲美国的市场。疫情的期间，晶片有较欠缺，这对欧洲的经济复苏来造成严重的损伤。伫美国拜登政府今年1月提出的520亿美金的这个晶片生产计划了后，欧盟嘛急咧来入，伫这个晶片供应顶悬，想讲要来互家己有法度有够额。Pandemic has also painfully exposed the vulnerability of chips supply chains. You will know that the global shortage of chips has really slowed down our recovery. We have seen that whole production lines came to a standstill, for example, with cars. 因若伫欧盟徛伫个龙头地位的德国来讲，2021年因为这个晶片全球有较欠。
德国汽车产量下降到40年来上低，伊的经济成长率嘛，敢若有2.7%。除了讲汽车以外，包含手机啊、家电用品、输电网络、治疗新冠的这个呼吸器，拢正需要这个大量的晶片。这项欧洲晶片法案还佫制定出紧急的机制，便若是讲拄到这个供应欠缺的时阵，安尼才有法度来确保晶片供应无问题。欧洲的天然气嘛是需要俄国来透过线路来输送，就显出伊的经济是正关度来瓦靠政治的风险。要来提悬的这个关键，就是这个半导体的经济独立，对欧盟来讲，佫更加重要。这项晶片法案会让27个成员国的国家同意，才有法度来生效。办法要伫强制各国政府的补贴的议题顶悬，各国还佫会来出现无同的声音。公司新闻靳元庆编译。来关心香港昨昏是通报一个新增加一个死亡的个案。若顶一届出现死亡个案是5个月前，因为香港即阵确定病例雄加真济，所以嘛加严防疫措施，包括锁案和指令，加加敢若会使有2个人。另外一寡货运司机因为去围钓，所以香港即马无菜市大欠货。伫即间卖菜杂货店外口，民众组织希望因买到青菜、菜市甲水果原本拢是为中国运过来，不过几个为中国负责送货司机体检阳性，无法度送货，架顶的菜也拢被买了。民众对菜价称悬是失望够生气。当局表示，车卖菜市供应量是车市的1/3。貴咗好多倍啊！運菜車落唔到嚟啊嘛，落唔到嚟，咁嗰啲菜咪貴咗一大橛咯。嗰啲豆苗都話成100蚊斤，以前都係10零蚊斤啫嘛，20蚊都唔到，而家計咗幾倍喎，好難頂啊！香港地人。香港車教通報新增加1人死亡，這病人是73歲，有慢性病史，入院檢查時陣一切陽性，不過還佫進一步體檢才知影是毋是就是確診染疫死亡。香港車賣一天新增加確診625例，當局評估還佫會增加。過去2禮拜有2600人染病，12月才通報2例。迄一天港府祭出疫情以來上嚴厲防疫措施，組織限制，由目前的4人減做2人。7月開始新增加9回鐵頭毛店，這場所愛關起來。This is about life. Public health prevails, and we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current strategy of trying to contain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or what we call maintaining this dynamic zero regime. 目前全球真侪國家選擇甲病毒共存，不過香港依然堅持甲中國共款，採取清零政策。香港當局表示，若注射率提懸，對重新檢視，閣看情形放寬防疫措施。公司新聞恩文玲編譯。鏡頭閣轉來講來，第5項上頭，咱來關心阿年控權電影的爭議。去年予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敗訴，講愛先爭取當地原住民的同意。在地部落會議最近是決定講2月12要登票看敢要同意，不過因為也無公布土地真相的調查報告，所以嘛，予一寡族人批評講過程烏傷作業。為表達對部城環部落會議也無得到土地真相調查報告進行，就決定要開自相同意權投票不滿。控場下屆副社川族人去秀林鄉公所向鄉長來申請。他們就偏向財團，對我們部落的人真的非常的不公平。就像這次發這個通知要開會啊，他們個個都跟他講要按同意。真相跟地質安全調查報告，等他22號的時候地質安全部分來報告清楚，跟部落講清楚了。你再來，我們再談細節。另外一邊埔城部落會議是呼召20多位全民在部落活動中心表達行使部落自相同意權的立場，面對外界批評自行家庭事不完整特別投票有不同款的看法。利益分享7次的諮商，11項的利益分享，其實跟真相調查的部分是沒有關係的。我預計是肯定是明天會公告出來。等下差幾天，為什麼不能等一下？我們一直要求行政院、要求聯誼會把這個真相調查這個部分盡速把它公告出來。部落基諾表示，安尼政期將近50年，總統府關注民族歷史政期甲轉型政治委員會也承諾，會公布土地流失真相甲控區地質安全2項報告。不過，到今嘛無實際進展，凊彩行使投票會合族人權益受損，呼籲行政院重視，安若無會採取法律訴訟甲定控行動。記者綜合報道。
法务部执行署伫元宵有一场拍卖，这是中华分署要拍卖一间资本额3800万甲级的营造公司，底价是1800万，也就是讲有1800万，你就有机会会当做起厝的头家。另外，伫新北有梦园拍卖世界拢无成，元宵伫即天嘛会继续开标。执行官来到这座正新互人的头前，这是一间中华的营造公司，即马煞要互人拍卖，只要伫元宵节即天开1800万，安尼就有机会来得标，家己做头家。即马是执行署头摆来拍卖这款价级的营造公司。彰化分署将在2月15日元宵节，要公开拍卖一家资本额3800万元的甲级营造公司，底价1800万元。原来公司的负责人伫过身进前转移所有的股份予姓洪的洪婿，不过伊接受转移了后，煞无去做遗产税申报，去予国税局甲罚1700多万。伊嘛无去纳这个案件遗产执行署彰化分署来甲做查封拍卖。彰化分署接到这个案子之后，由于这个遗产税的全部的遗产就是这家公司的全部资本额，因此彰化分署就扣押了这家公司的资本额。另外，正罕你看到拍卖物件，还有新北市家族的蒙仔园，这伫个南口地区的顶福陵园内，经过4遍的拍卖拢流标，即摆要过来定性开标。另外，还有真侪间不动产嘛，要伫个15即天来做拍卖。记者综合报道。元宵进前，拢算过年。过年期间，大家介意去庙里行村拜拜，有人买烧金纸布财库。伫云林北港的财神庙武德宫，就互民众批评讲烧金纸烧甲造成空气污染。啊，庙方是表示讲，目前因咧用的金炉落有下环保规定。环保局即马是表示，因会辅导民众用假货的代替烧金。来到北港财神庙武德宫，金炉边啊拢已经为管制线。民众拜拜了后，才要将金纸交予工作人员去烧，因为过年期间有民众质疑，这信众烧金纸已经严重影响到空气的品质。我是感觉讲还好，系啊，无啥感觉。烧一个金纸啊，迄根本就我感觉就见仁见智啦。目前这样子的一个设施，它在法规上其实大概都应该是说，即使在尖峰时候去监测，它都会在法规内，也请大家放心。庙方表示，为着减少空污，应该拿烧竹仔做的传统金纸，毋是一般回收纸所做的金，避免烧无完全造成空污。环保金炉内面也伫4年前加到转水的设备，来防止污染世界团。他们也把金子做妥善的分类，把不必要的一些塑胶圈这些部分有做分类出来。那我们也跟庙方来协调，是不是再来的话，可以把纸钱做集中燃烧的一个处理。云林县环保局表示，目前县内23间庙的金炉都已经有到防治空气污染的设备。若去年集中烧金的量有106吨，环保局也呼吁信众会当做功德代替烧金。将买金纸的钱捐予社福团体，减少烧金，避免造成空污。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市第一大帮助囡仔做早疗的天主教随后异地中心，因为大楼已经有40年的历史啊，市府即马是要求爱改善，若无就爱停用。啊，毋过要重建爱开2000万，所以因即马发起募款。台南市的社会局嘛讲会斗3工。来到台南的随福益智中心，那环境清幽内底学员也真拍拼对老师咧学习。1974年，来自美国的阿美的修女创办随福益智中心，是台南市第一个收2万儿童早期疗育的单位。不过，到达行政教学大楼已经用40几年，经过勘查、评估、恐惊无材料各种地动，收到市府公文讲要限期改善，干那补强经费都要2000多万。为我们平常就需要大众帮忙的这样子的一个单位实在是多了一层的一个负担呐，所以要邀请社会大众来协助我们帮忙，让这里的小朋友、这里的青年，他们在训练的当中，在这里居住的时候，环境是安全的。台南市社会局表示，随福中心长期以来甲社会局合作推动身心障碍福利服务，昨安尼也运用台南市公益平台来到宣传，鼓励社会大众作为响应募款协助。那对于这次的福利日中心呢，他们的这个筹募经费的做法我们很尊重也很支持。那社会局也在我们的公益平台有帮他们露出，在这边也呼吁我们的社会大众
跟社会局一样来支持我们的机构。目前单位内底包括教保人员、福建师、社工、行政人员、司机等等，成百个人要来服务超过250人。随后中心望3月底进前，募款会当总到家，共同打造一个互新疆朋友伫万儿童安全的服务空间。记者综合报道。那台东市公所去年是甲拍远20栋的大风喷扫场，说互力量发电的业者到太阳能板来发电。一年通加100多万的收入，通投入公共建设。另外，县政府即马嘛要鼓励民众会当伫徛家厝尾顶安太阳能板，一户上济会当补助20万。台东县李家街出海口，台东市公所封存20几栋的大风喷扫安卖场，即马转型成做太阳能发电厂。公所去年招标出租5.7公顷。代表的厂商开7个月装1万瓦片太阳能板，而且是利用公有无形的设施，无需要变更用地正这附设设施来发电。公所一年会当收租金加卖电的回馈金100多万。公所讲，出租来发电好处真多，还可以把那个地方活络起来哈，不会成立一个自然一个死角。承租的厂商讲，这个光电厂一年会当发500万度电，维护台电。台东县政府今年也鼓励民间发电，争取600万补助非公有建筑物锁定装太阳能板，一户相关补助20万，卖电的绩效也提悬。经济部能源局特别针对我们台东地区，有做了一些改变，就是我们台东地区的太阳光电，可以加成8%。台东县政府讲，自1806年开始鼓励厝顶发电，即马全县通过628件厝顶发电补助案。县府强调，其实民间也有正大力量发电的空间，鼓励民众来申请。记者综合报道。另外消息来关心面对气候暖化，蔡政府有提出2050年要达到净零排放的目标。虽讲农业部门排放量真低，只占全国的2%，也毋过算是气候反常影响上大。所以农委会即马按算要投入资金，协助农渔民做产业转型。苍头未及咧雨水咧南，拢经浸水烂去。前3连续大雨，害屏东的苍头损失严重。前一年台湾搁当100年以来上严重的酷旱，大片的赤甲田拢无法度种植，放咧休耕。经过统计，最近25年农业损失单年平均是109亿，最近15年是112亿，最近5年甚至搁增到135亿。看起食饭的经袂过气候的变迁，农委会打了拍算要投数百亿的资金，协助农渔牧转型。2年内把全国的冷链126亿全部建设起来。院长要求我们整个养猪产业基金128亿。具体的改变原来传统的结构，给我们所有养殖渔温56亿。其中要投56亿，推动勇士渔业，拍算辅导西海岸渔群仔刷向西，改用海水来饲，减抽地下水，要甲淡水留予农业生产使用。顶部农委会办理农业净零排放策略大会，行政院长苏贞昌出席，讲到国内减碳的速度，伊信任毋那是慢，阁是慢中之慢。现在已经有130几个国家，2050叫做零排放，其实已经太慢了，而我们台湾更是慢中之慢，我们负担严重的不得了，因为台湾是制造业的大国。其实农业部门的温室气体排放，敢若占全国的2.22%，就算讲佮较安怎减碳，效果嘛有限。虽然苏贞昌认为减碳收过慢，不过国内减碳上重要的温室气体减量管理法修正草案，到今是拢无送到行政院。记者综合报道。但国内不孕症补助实施了后，接受治疗的人有增加。新型医学会嘛表示，咱国内多胞胎比率有较悬，这是因为治疗费用贵，总是想讲，若是要囥一届囥较侪粒胚胎，安尼当增加有新的机会。也毋过，若真是拢掉体，对囡仔甲妈妈的风险拢真大。我自己都遇上了，就是卵巢早衰，又遇上了有子宫内膜异位，会不会其实成功率还是很低？28岁工小姐甲军人先生经过有心流产，等将近2年，去年接受补助，总算传来好消息。
政府为去年7月开始扩大卫生补助方案，为过去补助低收甲中低收入户，扩大对象到卫生翁某一名有台湾国籍，而且太太不满45岁，上路半年外，国健署统计卫生翁某治疗人次，甲108年同期比起来成长7成。去年7月1号到今年的2月1号、2月7号的一个统计，总共将近有28000对的这样的一个案件。那我们透过审查通过合格，可以执行。那么总共也有14000多件，那总共大概一共是超过10亿。台湾城市医学会指出，台湾翁某每一摆摄入胚体素比之较细比例原本只有7成，啊，不过补助上路了后，去年下半年已经有93.3%。这是因为卫生治疗的钱伤过悬。过去翁某的想法，拢大部分是摄入多胞胎，一摆就成功，唔通失败。啊，不过其实这对母体甲胎儿来讲风险真大。譬如说，母亲的妊娠毒血症会增加至少2倍以上。而且它可能会剖腹产几率也增加，那其实对胎儿更危险，早产几率4到5倍，然后低体重的也是4到5倍。少子化加速国安危机，国内差不多有10%到15%的翁某面临卫生问题，平均7对翁某就1对卫生。国发会推估，2年有将近13万的婴仔会出事，啊，不过到后年会减少到149000人。记者综合报道。疫情期间爱接洗手，无法度洗手就要除酒精。有人即摆用水雾机，内底是低二氧化氯来消毒。也毋过有家长向立委တင်情，讲学校就是用这款水雾机来消毒，害囡仔3个月内得到2届肺炎。环保署即摆是表示会甲业者参详，伫这外口会加强警示的标语。啊，那教育部是答应讲会要求学校莫过用。对相片会当看到囡仔伫咧上课时阵，教室内面的水雾机也伫咧喷，不过喷出来二氧化氯是会对人体呼吸道造成危害。有家长向立委တင်情，讲囡仔长时间伫这种教学环境，3个月就得2遍肺炎。第1个月不到6天，我就发现有小孩子在流鼻血，然后很痒，就是你可以同时看到这个照片里面有好几个小朋友咳嗽。抓痒，你不能够放在水雾机。那为什么会放在水雾机呢？这个部分呢，到底是谁在做这个管制？根据环保署的规定，二氧化氯产品的使用方式有2种，一当直接免透水就摕来切，或者是用喷的消毒，不过是袂当用水雾机装二氧化氯消毒剂。人体若吸到二氧化氯，可能会引起目睭、鼻仔、脑，抑个呼吸道黏膜的刺激。要注意的是，网络顶有真侪卖二氧化氯药剂送水雾机的行销手法。就连新北市长侯友宜伫咧视察长照机构时阵，也有看到使用水雾消毒机器。总共的消毒方式，恐惊引起健康的疑虑。的2氧化氯的消毒产品呢，并没有核准使用连续喷雾的雾化机，也可以跟业者在上把这个在标示上面呢，再增加一些警语。会可能一些幼儿园或是学校，他们对2氧化氯在刚开始的使用上面不是很了解的情况下，可以用于喷雾。目前市面上卖水雾机加二氧化氯的药剂，使用警语并无写袂当做伙使用。对此，环保署讲会甲业者沟通。教育部是讲会督导学校使用水雾机消毒的情形，以免再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台社会系是收集高中甲大学双头对学生囡仔学习历程档案的意见，发现有8成的教授拢同意讲课程学习成果有公信力。若准讲这是别人代替考生做的，老师讲其实伫咧面试的时，通常拢会别空。小论文做实验，伊空白课纲上路了后，即寡拢是会当放伫咧学习历程档案内底课程学习成果。台社会系2021年继续办理座谈，根据347人次的大学教授问卷指出，有92%教授表示，新早时阵会使用课程学习成果来评估学生的能力和特质。高达96%的这个教授认为，他们是有可能从课程学习成果来看得出这个学生是不是具备他们学系所重视的能力。林国明指出，超过8成的教授同意讲，学习成果经过老师的认证，比英国笔芯资料更较有公信力。
嘛有93%的教授认为讲，学习成果若是由补习班也是其他人代替做的，伫咧面试的过程当中就问会出来。大学咧审查作品的时阵，上看重的就是素养的能力，重点伫倒位，甲伊实际经验，敢有够特别，而且是真正的代志。专教会副理事长张庆峰就讲，这个原则拢会当看出高中3年所做的打拼。我们会在学生学习的过程里面，还是会不断的去看学生的作品，特别是在学生表述跟组织能力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之下，我们还是会给予一些指导。张庆峰讲，学习历程档案拄就路的时阵，真侪老师为着好的成果，真侪课程拢会要求爱做，学生的担头开始变真重。不过经过安尼训练，学生伫咧表达家己和统整的能力，嘛有明显的进步。记者综合报道。台南华有一个对代替退休的站长，用家己因兜的土地来做公园，是种出50多种玫瑰花，而且种出兴趣，毋但家己接机，阁种出产量。原本是做研究的尔，即嘛是愈种愈专业。放眼看去，拢是无共色彩的玫瑰，而且内瓜拢无像围免费观赏。伫台南华道有一位自代替退休的站长，甲家己的地辟做公园，成功研究出50多种的玫瑰花，也吸引真侪游客来参观看水。咱这树玫瑰哈，就是拢让在庭院，咱呢我们眼光的视觉看过去啊，平行，因为你啊像地家无共款，这树玫瑰的特色就是安尼，一枝，一起来。一起起来，一帮开了很多朵。经过吕宗良不断研究，原本只是退休培养的兴趣，现在佫进一步甲玫瑰花接机，种伫咧树莓丛顶悬，互玫瑰枝的悬度甲开花的数量拢大大增加，甚至佫接到花店来参详合作。因为蔷薇它的那个特性哦，伊就是讲比较野性。因为蔷薇伫迄种山坡地，它比较野性，它伊咧开根啥咧大，比较较好你看像这树玫瑰，这样就很漂亮。只要讲到玫瑰，就满腹的热情。吕宗良表示，伊种玫瑰本地就毋是要趁钱，上大的愿望就是希望互偏乡的社区搁再热热起来，带动在地产业甲观光。记者综合报道。南投民间有一个少年农民，以名号做陈建中，伊头家去参加全国当片茶比赛，就摕到2个奖。伊的爸爸嘛是10大杰出农民，伊讲伊除了要注心传承茶艺，伊嘛想要落实一寡少年家的想法。种茶做茶的美角济，真侪少年人拢无愿意学。南投有一位少年农民陈建中，去年头一届参加全国当片茶比赛，就摕到2个奖项。原来陈建中的爸爸是全国10大杰出农民新农奖的得主。陈建中大学毕业了后，就返来故乡学做茶。这次得奖就是蛮意料之外，因为第一次参加东拼就得了2个奖项哈，然后这次的奖项，然后对我是有很大的鼓励，因为会让我继续的钻研，继续的进步，让我继续推广以茶文化。然后除了学传统的做茶工艺，陈建中嘛希望结合少年人的手法，研发出一寡有特殊香气的茶米，开发新的创意和销路。跟着爸爸一起学习他的传统的一些工艺的技术，然后让我用自己的想法继续钻研，然后继续用我自己的特色茶去推广民间乡的茶叶这样。民间茶的产量也是占全国最多的地方，所以年轻人回来的时候，其实是技术如果能够有办法传承下去，这个产业对年轻下一代它是有很好的帮助。真侪菜色甲果子经过少年人的创意，有新的品种，开发出新的销路。民间乡农会望利用辅导机制，请搁较侪少年人回乡，互民间的茶产业会当搁再请赢起来。记者综合报道。继续来看，包括咱台湾在内有几10个国家拢有咧用的C130运输机，未来2年内，美军有可能要甲改装做有法度载长程飞弹的平台。若算讲是搁较大型的C17运输机，安尼载飞弹能力就会搁较强。对世界各地在南现场加组建的精线运输机，在各种的物资支援组建，或者是参加人道救援，也有真侪伞兵自运输机顶头跳来。即马美国军方上新的想法，
是用运输机在长程巡弋飞弹飞到目标区的天顶，甲飞弹敢若线边共款弹落去。Palletized munitions enable mobility aircraft to deploy cruise missiles, promising to provide a near-term means to increase capacity of fires. A modular deployment system offers a flexible payload configuration to meet mission requirements, with a 6-pack configuration for C-130 deployment and a 9-pack for C-17s. An onboard control module enables the missiles and battle management system to communicate, so missions and targets can be updated while the aircraft is airborne. 这项实验名叫做顺良计划，由美国空军的研究实验室执行。是甲飞弹以无做坏方式装伫咧飞机的货舱，做阵的时阵用降落伞空投，互飞弹自空中家己点火发射，飞到指定的目标。伫咧过去5个月，用改装过 C-17甲 C-130 两种运输机，用无武装的 A9飞弹做过5遍的飞行测试。12月中的第6遍是第1遍用实弹，并且成功射到目标。计划中所使用的飞弹是编号 AGM-158系列，无共的版本射程自370公里到1900公里以上，是美军上新一代战术巡弋飞弹。若是用无做化方式装伫咧运输机内面，每一台运输机载飞弹的量，会是现有战机甲轰炸机的几落倍。改装运输机用来攻击地面的目标，毋是新的做法。美军自决战期间，就甲 C-130装各种的机枪，甚至是1.5毫米的战车炮支援地面部队。另外，要加民间用途的交通工具改装成做飞弹发射平台。俄罗斯的 SSN-27，外号叫做俱乐部的地顶飞弹，发射系统会当完全装伫咧标准的20英尺或者是40英尺的货柜，放伫咧货柜车或者是船顶。基做民间的交通工具，达到突击的效果。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时代在进步，医疗科技嘛有传来好消息。这是瑞士有科学家公布一项研究，这是一套利用 AI 技术控制刺激神经的装备，成功让3个下半身不遂、骹腿袂振动、袂振袂动的患者会当徛起来，而且会当行。经过半冬的训练，佫会晓收水甲骑脚踏车。交朋友约伫咧外口去拾一倍，对下半身袂振动的罗卡蒂来讲，伫咧过去4年是无可能。不过，即马有新的科技，互伊佫会当行路。瑞士研究人员推测公布好消息，因利用 AI 技术控制神经刺激装置，互3位下半身袂振动的患者佫会当行路。 With this new technology that we have developed, our electrodes are more lateral, so we can access kind of a cable that enters the spinal cord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this way, we can be very specific in the different region of the spinal cord that we activate. 这套系统用平板电脑就当控制，肋骨若受伤背甲肌好，以前拢是刺激肋骨的神经帮助患者，因即马甲装置改善，电子信号无亲像以前自脚趾边入去肋骨，即马改对两边边入去。各用 AI 技术，照顺序刺激身体甲骹的神经。 这3位患者分别无法度振动1年到9年，设备装好1点钟，骹就当振动。不过因为伤久无振动，肉拢揪起，也是来做复健。So at the very beginning, it's not super easy. They still need weight bearing, and they need to understand what's going on. But they can activate immediately their legs and step. And the more they train, the more they start building muscles, and the more fluid it becomes, and they understand what they have to do, and they learn to work with this technology. 经过半年的训练，患者已经会当行路、骑脚踏车，甚至是受水。研究人员也会对70到100个人进行测试，若是成功，以后其他患者就有机会透过智慧型手机或者是表啊，和无法度振动的骹手，会当搁再振动。 公司新闻徐婉玲编译。天气报你知，下晡报天气变化3款，来关心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加15度，上悬19度；中部的温度上加17度，上悬23度。 南部的温度上加19度，上悬27度；
东部的温度上低19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9度至17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我是柯兴珠，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